今次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舉辦嘅展覽《小王子與飛行員》分為2個部分。第一個部分以小王子作者聖修伯里為重點，展出咗好多同佢有關嘅珍貴物件，例如佢嘅家庭、成長嘅夥伴照片、寫過嘅書信等等，等大家可以由聖修伯里嘅成長經歷去了解到佢寫作嘅心路歷程。其中一封信呢，仲寫住佢決定唔寫童話內容，而轉寫有關飛行嘅題目，直接就講咗點解會創作第一本嘅作品《南方遊航》添。除咗佢嘅寫作相關，當然唔少得佢另一個身份飛行員嘅相關展品啦。例如佢當初揸飛機嗰陣送過嘅珍貴信件、二戰時期參軍嘅相關物品等等。呢一切只令到聖修伯里嘅形象更加立體，更加係直接影響住佢之後寫小王子嘅故事。而第二部分就集中晒喺小王子嘅創作身上。原來喺小王子創作之前，聖修伯里就已經有考慮過好多小王子嘅形象，有啲仲會好似天使一樣咁樣有翼添。而喺佢創作咗小王子之後，小王子亦都成為佢嘅代表象徵，所以喺好多地方，例如同人聯絡嘅信件，都會見到佢畫上小王子嘅圖案，可以見到小王子對佢嘅影響有幾大啦。如果你都中意小王子呢一部經典嘅法國文學，就一定要把握時間去現場參觀一下啦。